哇！哇，維維，你做咩着到成身都黃色啊？係啊，我嘅幸運顏色呢，就係黃色啦。幸運顏色？係啊，今晚嘅活動呢，有大抽獎嘅環節，希望我抽得中啦。吓？幸運顏色真係有用嘅咩？肯定有用啊！咁而家嚟試下抽張黃色紙嚟睇下。可以，你睇下我着到成身都黃色，一定好幸運啊！我唔信啊，再嚟。假嘅，哼！嗱，真係證明咗呢，幸運顏色真係冇用㗎，唔好相信啊！黃色嘅手語係點嘅呢？黃色，黃色。星期一手語，下星期一見，拜拜。